小东看到前面的那个独狼没？看到了。等会儿下去就先把他带走，敢和我们跳一块儿，真是自不量力！快快快，找武器干掉他！居然还敢打我！我有枪呢，干掉他！搞定一下。还敢打我，可惜下一秒就被我们淘汰了。不客气，好了，这次我和小东要活着走出机港，只能高不能松，上吧！哦，没想到这么肥的机港居然一个人都没有。算了算了，我们还是赶紧溜吧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好大一只老鼠！不对，是敌人开的摩托车，撞坏我的车还想跑，你还有理了？赶紧追！那这还开得太快呢。不怕，坐稳了。哦，我去，飞起来了！小东坐稳了，准备起飞。怎么变慢了？别磨蹭了，快打他！好，哒，完美落地，这波太秀了！地上大苔藓呢。很好，这就来收了他。成攻击的小老弟，你撞了我的车，是不是该赔点什么给我啊？不开麦求情，我就直接淘汰了。看看他有什么，8倍镜还不错，谢谢小老弟啦。那这，你看哦。啊，看到了，双带黄信号枪，刚刚好，安娜和小东一人一个，我们去抢空投，走。Double kill, multi kill, OK， ultra 全部带 kill。走，空投是我们的啦。那这好像还有个空投没点。啊，哪里？我回去看看。好，有人打我，我被击倒了。不好，山上有人敢偷袭我们，不怕，我这就来扶你。不行了，我要娘了。我死了。可恶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要帮小东报仇。发现目标，看我一枪爆头，别动。biu，什么情况？明明是我先开的枪，完了，这局我们吃不了鸡了。小东，对不起。没事，安娜姐姐，虽然你很菜，但是我会一直支持你的。呵呵，原来在你心中我一直都很菜啊！太伤心了，这局我们要凉了。哎，我怎么又吃鸡了？啥情况？想不到队友挺厉害的啊！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我们吃鸡了。小东，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我刚刚说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啊。又不承认，你刚刚说我很菜。哎，不认了，我确实很菜啊。